年母。求助啊！食饭啊，求助！出！规早起无看啦。连米我无？我拢无爱来食饭啦。无啊，文静啊，无你是咧创啥食饭啊？是啊。哈。叫看求助。有啊，透早就看到啊。伫倒位？我住伫迄个土地公庙头前啊，迄个参花边的土地公庙啊，啊，佮带米啊，讲要去看病啦。带米girl要看病？嘿啊。啊，米girl就无安怎？那看啥病？哈？米girl啊无安怎？安尼是不是走去啊？你是讲离家出走？对啊。我早起吼，咧甲伊讲话的时阵吼，我看伊行动安尼怪怪呢。我一定是前世烧好香，这世人才有这个福气嫁予你做家后，也有可能是天公伯在嫉妒我，才会我变成一个袂生的查某人，造成我这世人的遗憾。好甲三代，敢若剩你会当团香火，阿母的心情我是会用谅解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我离开。才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，才会当互大家平平安安过日子。我决定要带美强坚强平静活落去，请你保重。夭寿，含离婚协议书伊阿嘛拢转好。我早起呢无去想着讲伊就是要离家出走，我若要知伊要离家出走。我就甲动起来，根本就无可能安尼互伊走去嘛。哎，文仔，啊！姐，文仔，是安怎啦？求助走去啊，带米跟我走去，啊，含迄落离婚协议书嘛，迄囡仔嘛拢转好啊。求助走，你满意？厝外都无人会做爱你叫我带3000、4000，看你要生几个孙仔、抱几个孙仔拢有啊！安尼都袂对不住好个祖先啦！哎，文仔啊，文仔啊！阿母啊，莫哭啊啦！啊，你毋是一直拢最希望求助走去，通好，互你较紧个带新的媳妇入来。啊，等伊已经走去啊！啊！你毋着欢喜，毋才着那天拄伫哭。你安尼怪我心，我安尼为何甲操心背叛，心哪会当了解？求助走，我心肝内嘛是足艰苦。你著替我想啊，你著替我甲想看卖，看要安怎认真行有无？你想看卖是要用什么办法吗？我不知意思啦。你袂当了解啦，你还袂做人家家，你毋知影讲吼，我这酒馆查某吼，酒馆老母的心情啦。求助走，我心肝内嘛是真艰苦，也毋过阮知影，用这款的话安尼刺伤我的心肝，感觉我安尼做唔着心啦。我替我日常心肝。我安尼做嘛是为着好教，啊，想要好教香烟咱传到世世代代。你拢袂当了解。你去甲我斗找求助，我有需要人斗相共无？我会尽我的力量，甲斗加手。好啦好啦，我这来找伊，啊你莫哭啊嘿。这我都弥补我心肝内艰苦。求助！求助！
爱，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明日草原一阵一阵。孙警官，阮大，你有看到阮某？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姨都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，你免急，我叫大家斗阵找。多谢。心头阮唱袂答允，茫茫渺渺过安稳。虽然有分开时阵，你哪里去倒位啊？只有是半边的云，为前程苦情写梦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明日草原一阵一阵。有啥物通看？你咧睡眠呢？你当作我爱看你啊？我就是有人要去跳海自杀，我唔才过来看卖咧。你咧下面想要自杀啦？敢唔是你？你拄仔唔是拄仔咧喊求助？对啦，我就是要自杀啦。安怎？唔免你管啦。哈？自杀？这种话你敢讲？一个查甫人，敢为着一个查某人安尼要死命活晓？就问诶，你查某去遐位倒去啊？求助当初离开你，怎希望你安尼晓？像你这两个查甫人吼，你随你死就好啦。你看啦，求助都已经走啊，我搁加讲一箱猪啦。加一声是啥物要紧？你做哪去？袂用之后，我惊你看到会伤心，我甲手起来，来，食饭，来，阿母哦，真的红烧肉真好食哦。唔知影即马求助到底是咧创啥？你嘛去睇啊？你感觉无？自从求助走了后吼，出来这敢若加做寂寞的吼。菜花啊！文仔啊，文仔，我敢有讲唔对哦？菜花，当你是咧安怎啦？唔通讲的代志，你个讲啦。文仔心情礼歹，啊，你直讲求助这求助迄，啊，我直甲你念嘛，你是无看的哦。我都想啥物就讲啥物，我心内话讲出来尔，我哪会知影？后来死个啦，食饭啦。你家己坐食啦。求助实在有够可怜，安尼点点啊做伊走，物件拢留落来，会使讲好家的物件，含一项都无早去。求助哦。你创啥？我咧甲你斗求助的物件啦。是谁甲你收的啦？求助所有物件，你拢莫甲我顶头搞囥咧。我是惊你看到伊伤心，我嘛是为着你好的呢，对无？我你啥？无起来！无啦。起来！起来啦！这个房间物件你拢莫甲我顶头，以奇管理。
等秋子倒。秋子袂倒转来啊啦，等伊走，嘛是要为着要成全你甲成全好家。敢讲你毋知伊的意思哟？走，那连你都讲这种话，你知影伊是受到偌济委屈来离开这个家庭，为咱好家付出遐尔济，得到啥货？叫人赶出这个家门，得到无家可归的后果。秋子啦，啊，毋过伊就走啊，是要安怎？敢讲我甲秋子的感情很好哟，伊安尼做伊走，我心肝嘛足伤心的。来讲我啦，阿母心肝嘛足艰苦的了。阿母真艰苦。阿母敢是讲我赶去娶某啦，伊替我较早抱孙啊。啊，这种想法，这种做法，敢是真自私啊？你安尼讲阿母是听落会足伤心的哦。无毋对啦，伊是一心想要抱孙啊啦。啊，毋过你敢有考虑到伊的立场？伊安尼做嘛是拢为着好家，希望好家会当子孙满堂，人丁兴旺。伊安尼敢有毋对哟？不管对毋对，总讲是阿母无应该将秋子逼走。秋子吼，伊是一个足识大体的查某人，伊家己点点离开好家，我感觉伊做了不起。其实伊安尼走，阿母嘛足伤心的。阿母讲，佮叫我去找秋子，想讲看会当甲伊弥补啥物货无？所以阮知影，阿母毋是遮尔啊无情无义的人啦。是要弥补啥货？即马过来弥补有啥物路用？阿母会当甲弥补啥货？这话我拢无爱听。不管安怎，我要找秋子倒转。你找袂着秋子啦？你哪会讲我找袂着？你来想看觅啊，秋子会走去，一定是想足久，考虑足久。伊有心要骗你，哪可能互你找会着？秋子甲阿母拢是上爱听你，佮上较爱你的人，你应该听阿母的安排。安尼，秋子的牺牲，毋才有价值。半冰过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阵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这个日子吼是好家境的啦，啊拢是合本的好日子啦。你看倒一天吼，啊你家己境啦。好啦，伊要选倒一日就倒一日啦。是啥要嫁？我要去老文在亲查甫人伊家好，我才要嫁伊啦。但你是讲你发生要找伊那脾气啦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啊这新娘费吼成本较重啦。我无讲我要做新娘啊啦，文在讲就刚刚介意秋子一个人啦尔，你心肝来讲就无我。哎呦，月英啊，啊甲人秋子啊吼都已经走啊，啊你搁咧食啥物醋啦？人大母都让互你做啊，你我得，你即马若嫁去好家吼，算是红顶四桥吼，娶入门的新妇呢。你甲文才两个才是新香炉、新地锅安尼热滚滚的，你莫烦恼啦，我保证啦，毋免3个月吼，文才就袂记讲秋子啊是啥物人哦。啊，毋过，也毋过啥话啦，讲无大某你毋嫁，对无？啊，即摆要互你做大某，你搁毋？毋是啦，阿爸，你无了解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咱即门婚事哦，就安尼决定。安尼好啦。有没有摔到不知道啊？有没有关系？要不要紧？要不要紧啊？不要紧啦，啊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地方啊，交通不太方便。哎，你到哪儿去？要不要搭个便车？我送你过去啊。我是经过这，我嘛唔知我要去倒位。哦，没有关系的，不要客气吧。
我是这附近守海坊的，我姓铁，他们都叫我铁班长。对了，你住哪里啊？哦，原来你没有家呀？借问哈，家有厝头，租人不？哦，租房子是吧？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个地方我熟得很，我帮你去找好了。来，这个包包我帮你拿，来，走，谢谢你啊。食较紧的啦，汉公路叫坐袂着。进哪？紧张啥啦？安娜。好了，今天放假了，到外头去打牙祭去了。走了。慢走，刚还有馒头啊。你都足歹势呢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安尼甲我踅这间厝，佫摕这侪物件来互我。反正也是吃剩下的嘛。不是，吃不完的啊。我的意思啊，我知影啦，是讲食不完怕剩性。对，我呀就是笨这张嘴。不过我声明啊，我不是这个救济你或者可怜你啊，我可没这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在外呀，能省则省啊。那就多谢你哈。别客气。像我一个人啊，18岁我就到台湾了，我就是靠了这个省吃俭用啊，才有一点积蓄的。是真歹势啦，无啥物件通招待你，啉一茶。行，有水喝就好了。对了，我还不晓得怎么称呼你呀。你会叫我？你叫我阿菊吧？阿 Q， 就菊是吧？菊是吧？好，阿 Q， 那你是打算住下来了？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呢？有时想哦，看我都找一下工作哦。工作？你会做什么？我晓饲猪啊，还是讲会晓煮饭啊，干洗衫嘛用的。哦，我会晓做一点采访。采访？哎呀，好极了！我们这部队里头那班兄弟啊，他就是不会缝缝补补的，这以后可以找你帮忙了。同产可以贴补家用。你是实在真好哎，地班长，我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出外郎嘛，大家本来就应该彼此照顾的，尤其你一个妇道人家，还带着孩子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是有惊艰苦啦，我算讲，莫去互这个囡仔夭着，安尼就足好诶。哎呀，阿哥，了不起啊！来，小点声了啊！明日草原一阵一阵，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两是来下分，日日有一春，互恁大家我双手抱双孙。哎呦，好，双手抱双手，好啦，来。过来，敬老家哈。新娘芳茶手春春，好时吉日来下婚，感谢爸母甲阮请，
另一孝顺有出名。我咧，阿爸只讲你这查某囝，咱过来好教，啊乖一较听话一，不必咱家出来面，毋通定定要发脾气，而且爱对恁大家爱较好者，爱较友好，甲恁大姆嘛爱有讲有做，对文才爱较好者，有听？我知啦，阿爸。啊，来敬大姆一个哈，菜花大姆啊，来啉一杯阮的新娘茶，来啉一杯新娘茶，互你2年生3个，一个手来抱，2个涂骹白。我紧，水为财啦。财运滚滚直直来哦！来，新郎官啊，搭茶盘互你捧，新娘进洞房讲安尼。来，